国际消息，先来关心的是罗西亚的音乐厅发生恐怖攻击，即马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43个人，这是过去20年来死伤人数上严重的恐怖攻击事件。罗西亚总统普廷是表示讲，这开枪的人甲乌克兰有关系，佮想要走去乌克兰，也那乌克兰是赶紧出兵来赔付枪。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高科音乐厅发生恐怖攻击了后，国内各地有真侪人献花追悼，就连国际社会包含德国柏林等地，邀民众自发发起追悼活动。印度也有艺术家做线回来追悼。 We have created this sand sculpture to pay our tribute and we condemn this attack. 这攻击陷后，俄国当局定调是恐怖攻击，清理现场，佮发现更较侪牺牲者遗体。到当地23早起，除了死亡人数超过140人以外，也有超过100个受伤的人，32人病医治疗。俄国总统普京表示，凶手甲乌克兰有关系，乌克兰也提供多方的路线，托付乌克兰后人表示，这是俄罗斯特工部门的被插会。То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ледующее. Все четвер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х исполнителей теракта, все те, кто стрелял, убивал людей, найдены и задержаны. Они пытались скрыться и двигались в сторону Украины. Ще все це сталося, і ця нікчема абсолютно Путін замість того, щоб займати своїми громадянами Росії, звертатись до них, добу мовчав, думав, як це притягнути до України. Все абсолютно передбачено. 俄国已经抓包含涉凶手总共11个涉案嫌犯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子组织 ISSK 承认犯案。专家分析，这分子组织是自2014年底在阿富汗东部起来，也是伊斯兰国上外条地区分子之一。今礼拜7月，各执行恐怖攻击，组织内一直认为俄罗斯是压迫穆斯林活动强犯成员，包含对莫斯科有不满的中下武装分子，搁伫这几年一直公开反对俄国总统普京。公司新闻。但是东朋友。